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5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63天。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生了220起袭击事件。为了减少巷战伤亡率，乌军目前采取了2种战术清剿俄军：一是使用无人机搜索与打击，二是确认侵略军藏匿的位置后，派特种部队前往击毙侵略军后立即返回。你比如说在11月9号乌军第91独立营发现俄军后，呼叫空中支援，几枚精确制导航弹下去，目标被摧毁。另外，市议会一战渗透俄军小队10来人全部被歼灭，而数量差不多的清剿部队仅1人轻伤。所以表面上看，俄军疯狂进攻，波克罗夫斯克岌岌可危，实际上渗透进来的俄军进退失据，被乌军围点打援，后续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看看这个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的主力第7军团的战报俄军正在增加对波克罗夫斯克袭击次数。上周俄军对乌军第7空降突击军的部队发动了132次袭击，比前一周增加了约20%。第7空降突击军团继续坚守阵地。过去一周，乌军打掉236名俄军，另有136人受伤。此外，乌军还击毁1辆坦克、3辆装甲车以及23辆汽车和摩托车。俄军试图在高层建筑中站稳脚跟的企图遭到挫败，城市清剿工作仍在继续。目前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为波克罗夫斯克北部工业区后方，乌军已控制了敌军在该地区补充兵力的通道。与此同时，敌军正试图将兵力集中于波克罗夫斯克市的其他区域，并向西北部的格里申内推进。乌克兰军队凭借多道防御体系有效阻挡了敌军的进攻。格里申内的后勤保障体系也为完成特定任务提供了保障。米尔诺赫拉德城依然屹立不倒，后勤保障使得粮食和弹药能够及时补充。敌人试图从东南方向进攻该城，但在逼近城市的途中就被歼灭。这是这个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主力第7兵团发的战报。这个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安德烈科瓦廖夫表示驻守米尔诺格勒地区的部队收到了必要的武器和弹药，同时进行了军队轮换和战区伤员的撤离。这就说明在米尔诺格勒地区这乌军的后勤保障是畅通无阻的。按照类似的方案，目前正在波克罗夫斯克组织后勤和人员更替，该地正进行激烈的战斗。我们看看美国战争研究所他们的说法他说俄乌两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持续开展拦截作战，俄军在该地区及周边的推进速度暂时放缓，说俄军正成功阻断乌军向米尔诺赫拉德的后勤补给，意图瓦解该城镇的乌军防御体。但这个乌克兰参谋部说这后勤保障已经打通了。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基夫卡战术区取得推进，俄军则在库皮扬斯克、西维尔斯克和扎波罗热叫胡利亚、伊波勒附近有所进展。就双方在前线各有得失吧。我们看看这个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他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局势已得到控制，我们为所有可能情景准备了 B 计划和 C 计划。希尔斯基称由于工程障碍，俄军仅在少数地点取得进展。这么说的话，就是希尔斯基他也认为在波克罗夫斯克俄军有的地方还是有进展，这些地方乌军的这个遇到了工程方面的障碍。俄军的进攻强度确实有所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占领波克罗夫斯克的欲望减少了。目前俄罗斯人在那里集结了5万部队，但他们清楚自10月以来，他们已损失了类似数量的兵力，约3万名士兵。希尔斯基指出，第425突击团已部署至波克罗夫斯克，并运作非常有效。他还表示，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后勤路线已恢复并重新调整。给我的感觉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还是在激战之中乌军似乎在谢尔斯基的这个指挥之下，已经粉碎了俄军包围波克罗夫斯克的企图，前行攻势的一个钳子被谢尔斯基已经割断了。但这不代表
俄军就此罢休他们依然会加强进攻。这是在博克罗夫斯克前线。那么在其他的前线呢，比如说苏梅州昨天战场传来令人瞠目结舌的信息，一支俄军机械化纵队在推进途中居然闯入乌军布设的密集地雷阵，引发连环爆炸。现场画面显示，被摧毁的装甲车履带残骸与零部件绵延超过3公里，阵亡链效应持续发酵，成为近期战场最具冲击力的战场特写之一。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在苏梅州这个俄军这一次鲁莽的进攻损失惨重，正好进了这个包围圈地雷阵。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俄军纵队遭遇的并非普通的地雷布设，而是乌军精心构建的多层次智能雷区，也就是相当于诸葛亮布的那个是八卦阵也进去就出不来了，横竖都是挨地雷炸呀。那么在扎波罗热前线呢，昨天战场传来震撼消息，乌克兰突击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发起闪电攻势，仅用36小时就撕开俄军王牌第58集团军的坚固防线，单场俘虏150名俄军士兵，连俄军的军旗都成了战利品。溃败的俄军，也就是说溃不成军看谁跑得快，不仅留下满仓库的罐头和子弹，还有12辆履带断裂的坦克与装甲车。这个普京相当于又给乌军送来了一个大礼包又刷了多少辆坦克和装甲车。那么这个58集团军本来是俄军的这个精锐中的精锐居然遭到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看样子58集团军这个司令官要被问责损失惨重同时乌军也没有放弃对俄罗斯这些纵深目标、重点军事目标的打击乌克兰的特种部队称他们袭击了被占领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库。乌克兰部队对克里米亚的叫赫瓦尔迪伊斯卡油库再次实施打击。新菲罗波尔北部一定居点传来4声爆炸声，一座储油罐被引爆。本周稍早时，乌克兰特种部队已摧毁另一座储油罐，并击中2列正在转运的油罐列车。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打击这个油库了。同时说乌军还袭击了330千伏的叫战科仪变电站，这是捎带手的事一个也是赶，2个也是放，顺便都炸了。并且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俄罗斯图阿普谢港夜间再次发生爆炸。据报道，该战略设施遭遇海面无人艇袭击，当地消息源证实港口受损。我记得这个图阿普谢港1周前刚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炸过这回又遭到乌克兰无人艇的袭击，没完没了这个乌克兰的阿特什游击队在新菲罗波尔附近对俄控铁路实施破坏行动，成功瘫痪了链接赫尔松与扎波罗热方向的关键后勤线路。这个阿特什游击队宣称，此举直接中断了占领军的弹药、燃料以及运输装备，即使在克里米亚的后方纵深处，占领者亦无安全港湾。这个就是敌后武工队也没闲着。该游击组织表示，将持续系统性破坏俄军交通基础设施。在莫斯科方向，莫斯科深夜爆炸，全城停电，无人机千里奔袭直逼莫斯科。当弗拉基米尔市的变电站火光冲天1100公里外的斯特利马塔克石化厂剧烈爆炸，彻底模糊了前方与后方。在沃罗涅日州方向，昨天乌军发射3枚导弹击中了俄罗斯沃罗涅日热电厂，导致锅炉房和汽轮机受损，沃罗涅日电力和供热中断。俄罗斯的比尔格莱德州方向，昨天该地区的卢奇火力发电厂遭乌克兰导弹袭击，导致比尔格莱德大面积停电。还有萨拉托夫炼油厂、两赞炼油厂、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发电厂、石化厂、俄军无人机基地、弹药库等目标都遭到了乌军远程打击。由于遭到这个乌军系统性的对俄罗斯能源、发电厂、变电站这种打击俄罗斯难以忍受所以俄罗斯开始招募志愿防御无人机攻击。根据商业日报报道俄罗斯各地区已开始招募志愿者加入部队，这些部队将被用于保护关键重要设施。该报提醒称，允许在非战争时期使用预备役人员执行此类任务法律已于11月4日签署。商业日报称，相关工作已在俄罗斯联邦20多个主体中展开。报道指出，
主要用于对抗无人机预备役人员在此期间将获得军人身份及所有相应的福利待遇。列宁格勒地区还有政府率先宣布成立这个就是预备役队伍达达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夏诺夫格勒德州以及其他地区也在招募预备役人员。需要防御无人机的目标包括巴什石油炼油厂以及无法石化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工业园区。这是 BBC 报道也就是说俄罗斯相当于再次扩军，招很多预备役人员在那儿保护炼油厂，主要是防空那不也增加人了？扩军也得增加费用，战争的负担越来越重战争的消耗越来越大。咱们一直说只要战线没有什么变化，双方就是战略相持就是互相消耗，看谁能扛得住，对吧？看谁先崩溃先倒下。但是乌克兰虽然国家小人少，人家有外援助是源源不断。我们看这个外交以及援助首先是这个捷克民众宣布已经为乌军集资了2枚火烈鸟导弹，这是捷克的老百姓自发捐款乌克兰2枚火烈鸟导弹。根据这个英国独立报报道他说乌克兰自制火烈鸟导弹性能超越美军的战斧导弹，乌克兰研制的 FP-5 火烈鸟多项性能超越美国战斧导弹。乌克兰自主研制的这款新型巡航导弹采用老式的涡轮风扇发动机驱动，部分发动机甚至是从废弃物中就是2次利用它的射程达到3000公里，最高速度达到900公里每小时，有效载荷超过1吨，射程与爆炸载荷均提升至战斧的2倍，但成本大致相当。火烈鸟导弹的关键优势在于自主性，完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掌控，且不受合作伙伴对其使用范围的限制，并已被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最近对比尔格莱德对库尔斯克的很多目标打击都是这个火烈鸟导弹，效果明显此前英国和法国长期限制乌军使用英法研制的风暴翼巡航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目标，美国也限制乌军使用陆军战术导弹对俄境内实施打击。那这回乌克兰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生产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想打哪里打哪里，没有任何人的干涉的。捷克老百姓给乌克兰自发集资2枚火烈鸟导弹。每日电讯报报道他说爱沙尼亚在俄罗斯对北约国家进行混合侵略的背景下，开发出廉价的沙赫德拦截器。爱沙尼亚推出了 Mark-1 一种新一代微型地对空导弹，专门用于摧毁无人机。Mark-1 的研发是对无人机飞入北约国家和乌克兰战争的回应，在那里使用昂贵的导弹拦截廉价无人机，在战略上是不划算的。而这个 Mark-1 导弹长仅65厘米，价格约5万美元，相比之下这大约是爱国者导弹的价格的1/80。沙赫德无人机本身价格约2万美元。根据爱沙尼亚国防部前官员萨尔马的说法Mark-1配备了人工智能，发射后能够免受电子干扰，这也是俄罗斯军队最常用的战术之一。没关系最先进的这个武器都要在乌克兰战场上先试验。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乌克兰没有输掉战争的客观理由。他在接受选举报采访时警告称，乌克兰的失败将急剧恶化波兰安全状况，并强调需要与一个主权乌克兰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波兰人不能这个时候放糊涂咬紧牙关，一定要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这个时候如果放糊涂那下一步波兰就要接受灭顶灾波兰会被第4次瓜分。这个历史上波兰已经被瓜分3次，都跟俄罗斯有关系，对吧？这种切肤之恨所以我觉得波兰是最没有理由在这儿摇摆，一定是咬紧牙关坚定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9防空导弹团正在使用由美国援助的复仇者近程防空系统，这座系统配备有2座发射架、8枚毒刺防空导弹以及1挺重机枪。如今作为第39防空导弹团的重要装备，正在守护乌克兰的天空。复仇者主要任务是拦截俄军的沙赫德无人机，此外其武器系统还能够击落巡航导弹、直升机以及低空飞行的敌机。不光是这种低空的这个防空武器这个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希望向美国订购27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据英国卫报当地时间9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该媒体独立采访时称，乌克兰希望向美国制造商订购27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他同时表示欧洲国家可以向乌克兰借出其现有的爱国者防
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啊，当被问及在寒冬来临前，欧盟和英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是否做得足够时，泽连斯基回答说啊，永远都不够，只有战争结束才够。他表示自己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关系良好，并与伦敦方面保持持续联系。谈及援助不足的问题时，泽连斯基称这与他个人无关，也就是与斯塔默个人无关啊。实际上呢，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是为了防止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导弹的打击啊，它那个什么针数啊，什么超音速导弹、匕首啊、口径啊，主要是用来对付这些。随着乌克兰的这个各个地区全面恢复，那它要保护的目标就越来越多，那爱国者的系统就要求就越来越多。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倒不是用来打击这个沙赫德无人机的啊，打击沙赫德无人机有另外一套防空系统，什么德国的猎豹防空系统、美国的复仇者等等。这个英国的卫报乌克兰新闻社9日报道说，来自法国、瑞典和丹麦的渔民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救渔网，以抵御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到目前为止，法国已向乌克兰运送了280公里长的救渔网，瑞典、丹麦的渔民也捐赠了数百吨救渔网。渔网通常可以使用1到2年，然后就会被废弃并送去回收。卫报报道说现在这些废弃物派上新用场，用来拦截捕获俄罗斯人无人机。这些渔网由这个马鬃编织而成，极其耐用。乌克兰人利用渔网建造隧道，使无人机的螺旋桨缠绕其中。这种做法被比作蜘蛛用网捕捉苍蝇。实际上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俄乌双方都搞这事在路上用网搭建一个走廊，那个网它真不是铁丝网，就是这种用这个救渔网回收做的。那个4旋翼的无人机对吧，一撞上那就缠上了。人多力量大欧洲这么多国家把渔网找一找送给乌克兰，但这玩意在俄罗斯你俄罗斯就得花钱买这生产，所以你说这么消耗下去，俄罗斯它怎么消耗得住呢？乌克兰这边叫一个篱笆3个桩，一个好汉3个帮，这俄罗斯这边是叫什么？一个强盗对吧，3个人跟着后面薅鹅毛占他便宜的。你说印度跟俄罗斯做生意不是占便宜，司令官朝鲜跟俄罗斯做生意也是要占便宜他朝鲜还能给俄罗斯输送什么？他有交换的，要换粮食，换这个技术，换很多东西那都是要占便宜的，都是薅鹅毛哪像这个欧洲这个国家纯粹就是对吧，就是援助。根据路透社报道他说美国现在已经全力支持欧盟，利用冻结的资产支持乌克兰推动战争结束。布鲁塞尔允许各国在欧洲2100亿欧元中的1850亿欧元。现在美国特朗普现在就是让欧盟你们赶紧把冻结了俄罗斯资产拿出来购买美国武器，而且美国马上也要把冻结了俄罗斯资产拿来支持乌克兰。但是欧盟确实情况各算各的账，目前还没有达成最后的统一。这个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惠特克从乌克兰返回后表示欧洲应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加大对自身国防的投资。惠特克说我认为欧洲必须做得更多，我们北约每天都在敦促他们做2件事。首先，他们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这是一场欧洲战争，欧洲人应该为此买单。其次，他们需要加大对自身国防和安全的投入，我们正在帮助他们，但他们存在一些系统性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在国防工业和提高产量方面。这个也不能怪特朗普有意见这欧盟到现在磨磨蹭蹭很多事情很难马上就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1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新的制裁决定，针对多名俄罗斯政府官员以及机构实施制裁措施。乌克兰呼吁国际社会扩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制裁所有资助战争及传播虚假信息的个人和机构。乌方称，本轮乌克兰制裁名单包括参与掠夺备战乌克兰地区俄罗斯政府成员、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人员。乌方还计划对俄罗斯境内从事战争宣传和侵略辩护出版机构采取进一步措施。现在这个欧盟第20轮制裁计划正在制定之中恐怕很快就要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你也不知道哪一轮是压垮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总之没有垮台之前，这制裁反正不停的出吧。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的报道，他说俄罗斯的前首富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近日警告欧洲，无论乌克兰战局如何演变，都必须为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甚至进入第2次冷战做好准备。这位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头号批评者的流亡商人指出，欧洲必须正视现实，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不会在短期内缓解，我们应预料到一种
种类似冷战的局面至少会持续10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示，他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唯一能够遏制俄罗斯进一步向欧洲扩张的因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相信西方具备可信且足以威慑的军事力量。这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啊，看样子很快就要安排他中毒了。这个霍多尔科夫斯基认为他说普京对权力的掌控几乎没有现实威胁。他表示，若要动摇普京政权，唯一可能的时间窗口是在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的头2年，前提是俄罗斯在战场上遭受决定性失败。然而，这个机会窗口如今已经关闭。这个霍多科夫斯基恐怕是过于的担忧导致胡言乱语。他认为普京现在是很难推翻而且这个推翻普京的时间窗口过了，那意思就是普里戈金造反的时候，美西方趁势出手。不过他警告欧洲无论乌克兰局势如何发展，都要做好应对第2次冷战的准备。这个很有道理就是欧洲还有很多人现在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停火以后还能跟俄罗斯两人破镜重圆，还能重修日好。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这个不要看特朗普对俄罗斯石油公司还有这个卢克石油制裁，这个足以让俄罗斯国内现在非常难。这个俄罗斯的卢克石油公司它的海外业务陷入全面混乱。11月7号说，随着美国要求企业终止卢克石油公司业务往来最后期限临近，该公司拟向瑞士贸易商贡沃尔出售国际业务的交易告吹，卢克石油海外运营面临日益严重的中断。美国财政部上周四将贡沃尔称为克里姆林宫的傀儡，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瑞士的贸易商贡沃尔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的白手套，所以美国明确反对该交易。而由于卢克石油受美国制裁，任何出售都需要美国批准，也就是你谁要想跟卢克石油公司做交易，必须要得到美国同意，美国不同意，你这个做交易的就遭到制裁。所以这个美国这一招很狠上月美国已对卢克石油及俄罗斯石油实施制裁，这是特朗普政府推动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举措之一。这个卢克石油公司海外资产遍布欧亚非及墨西哥，包括伊拉克西古尔纳2油田控股权及保加利亚就是罗马尼亚2国炼油厂等。摩尔多瓦称卢克石油需要21日停止当地运营，以请求美国临时豁免，以保障燃料供应。保加利亚议会通过修法，允许政府接管并出售卢克石油布尔加斯炼油厂，也就是保加利亚直接就把卢克石油在保加利亚的炼油厂没收然后卖，那这就不是卢克石油公司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美国制裁非法，卢克石油作为国际企业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尊重。有什么用呢？这个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拥有100亿美元以上的海外，就是在俄罗斯之外100亿美元以上，包括在欧洲的3座炼油厂，在20个国家的加油站网络，但在美国也有加油站卢克石油公司在奥地利和芬兰拥有润滑油生产厂，参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油田开发，参与埃及、卡麦隆、尼日利亚、加纳等国的项目，在墨西哥油田有业务，并且是里海管道财团的最大股东之一。这个美国人也不是吃醋的，这个贡沃尔这家俄罗斯人的白手套企业被人家一眼看穿，对吧？别玩那一套。所以这个卢克石油公司相当于海外的100亿美元的资产没有办法变现，没有办法处置，并且这个由于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对吧？那这个时候竞争对手是不是就趁势出击开始抢客户了？一个专业石油网站援引了沙特国有石油公司的新闻讲稿说，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商沙特在领导者欧佩克提高产量，增加原本就充足的市场供应，另一方面还在降低向他的亚洲客户，特别是2个印度石油价格。你看看人家沙特是有准备的去撬这个俄罗斯的客户，一个他要增产，第二个他要降价卖给2个印度，那不就抢俄罗斯的市场？大家还记得吧？当年苏联为什么解体好像这个美国玩的就是这一招就是让沙特增产，把油价打下来。印度石油行业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这次明显降价是对印度炼油厂购买他们石油的一次明确的邀请，替代俄罗斯石油。你说沙特也刨俄罗斯的这个墙根，那普京怎么办呢？随着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出口大减，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大幅缩减。特朗普仅仅是对俄罗斯的2个石油公司进行制裁，还没有制裁所有的石油公司，也没有制裁俄罗斯的金融业，这个就已经让克里姆林宫雪上加霜日子越来越难过。
面对俄乌战争的骑虎难下，炼油厂、电厂接连被乌军无人机炸得焦头烂额，战线迟迟无法推进，国内经济被战争拖垮，反战情绪在暗流涌动啊！就在此时，普京放出狠话，有外部势力企图挑起内部冲突，这个是惯用的招数啊！现在对俄罗斯国内也要进行钳制，加强内部控制了。所以，俄罗斯加密货币企业家阿列克谢·多尔杰耶在莫斯科北部驾驶兰博基尼时发生交通事故身亡，对吧？这么一个巨富啊，突然死亡，值得可疑啊！普京啊，通过法律啊，紧急立法呀，允许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切断互联网。什么国家才会采取这一招呢？这一招是难道是对付乌克兰的吗？对付美西方的吗？所以啊，这个普京啊，已经有很强的预，已经在做准备，对吧？不行就断网。一旦对外战争难以继续，一旦外交没有办法突破，一旦经济陷入困顿，那么这样的国家啊，它一定会找内鬼，从内部找原因，找出叛徒来重新凝聚力量。所以从斯大林的这个肃反到苏联末期的整肃，再到今天剧本呢，几乎是一模一样，又是在重复啊。当普京开始谈清除叛徒、防范渗透时，往往意味着对外侵略的失败。俄罗斯即将被内部白色恐怖所取代，这也是普京啊无法面对失败，内心恐惧挣扎的开始。尤其是在另外一个俄罗斯啊和大国啊这个贸易上啊出现波折。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犹如俄罗斯大幅加税，大国汽车对俄出口骤降 58%， 有3家暂停对俄业务。乘联会峰会数据显示，2025年前9个月，大国汽车对俄罗斯出口 35.77万辆，同比下滑 58%。这一数字背后是大国汽车出口格局的彻底改写。就在2年前，俄罗斯还是大国汽车出口的第一目的地，而2025年前9个月，大国对墨西哥的汽车出口以 41.07 万辆的出口登顶，阿联酋以 36.78 万辆紧随其后。俄罗斯失去榜首位置，滑落至第3位。以前出口一辆新能源汽车到俄罗斯，净利润大几万很平常，而现在他身边一些同行开始暂停俄罗斯业务，他所在的公司同样减少俄罗斯的汽车出口，这个标志着啊，大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啊也是到头了，出现拐点，后面就是往下降。所以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啊，俄罗斯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当前局势陷入僵局，并非俄罗斯的过错。但是俄罗斯人呢说这话前提是什么？就是啊，愿意外交手段解决，愿意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前提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所以说俄罗斯人呢还在梦中，只有大炮啊能叫醒他。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